我们同心祷告。耶稣的爱是奉献，是真爱的流露。主耶稣，你的爱是牺牲，是完全的付出。感谢主，你先用你的爱来爱我们，好叫我们知道什么才是爱。求主你的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主你的圣会里面，可以重新再一次的领受，好叫我们可以回想起那起初的爱，可以坚持要用这样子的爱来彼此相爱。我们同心祷告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。最近父亲节，很多弟兄姐妹都在庆祝父亲节，请爸爸去吃大餐。我就想到，我父亲常常他在生前最常做的一件事，他最喜欢的其中一件事是看历史剧。他很喜欢看历史剧，每次有时候回到家，他都在看历史剧，我都在旁边陪他一起看。其中有一部戏，我想大家应该也很耳熟能详，就是根据罗贯中的名著《三国演义》所编写的，它可能叫做《三国演义》，它也可能叫做《赤壁之战》或者是《赤壁》等等，就是翻拍，就是这部名著翻拍成各样的电视剧这样子。这个《三国演义》里面呢，有两个角色，我想大家都很熟悉，一个是东吴的武官周瑜，还有一个是刘备的文官诸葛亮。周瑜跟诸葛亮他们分属不同的国家，但是却在赤壁之战中，在这个小说里面，在赤壁之战中，他们这两个国家怎样合作，要攻打抵抗曹操。那周瑜跟诸葛亮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呢，他们两个其实都非常有才情、有才干的，可是周瑜他却不知不觉地燃起他对诸葛亮嫉妒的那样子的一个心情。他开始嫉妒诸葛亮的长才，然后在合作的过程当中，又开始在那边跟他这样子明争暗斗。他很想把诸葛亮比下去，甚至于要取他的性命。可是因为诸葛亮略胜一筹，周瑜他的一些部署始终没有办法让他如愿。一直到周瑜他就很郁郁寡欢了，就不准了。郁郁寡欢，然后呢，他就觉得他自己少年不得志，然后就心里生病了，所以他的身体也支撑不了，然后呢，他就其实很年轻，他就死了。在他死之前呢，他说了一句名言，就是既生瑜何生亮，大家很清楚。这句话成为一句经典，一直沿用到我们，一直到了现在。我们还常常会形容两个恩赐才干非常的相当，但是却又不得不在一起共事的情况下，他们又彼此暗中较劲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呢，就叫做余量情节余量情节。周瑜始终自己觉得自己一命输人，受不了死，伊心中迄个嫉妒。亲像火，安尼烧啊，伊的心足闷的、足忧闷的，就要燃去。原本因两个实在会当英雄是英雄周瑜跟诸葛亮实在是当英雄是英雄，成做一个知己，却最后变成因爱生恨。这种因爱生恨的这种情愫，其实这样子的例子，我们在约翰一书里面也有看到。就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对信歌对临时讲耶稣的疼，对拄则思会咧读圣经的时阵，拢咧讲基督的疼，咱就爱彼此相疼。是安怎咧疼？这么多疼的这个中间，今仔日的经文却用一个例，这种因爱生恨的这个例子呢？今天的经文段落提到一个名字。叫做该本，一想到该本，咱拢知影，伊是因为嫉妒伊的小弟，安怎将伊的小弟来开死的一个乡土。这个该本就亲像周瑜该本就亲像周瑜，伊想要互人看中，伊无想要输，伊想要互大家看见，伊想要证明家己所做的是有价值的。
伊想要进人家的，所以伊就真正嫉妒到一个地步，伊挡袂了，伊就将伊的小弟杀死。该本伫圣经内面，伊是打猎的，伊是算讲武官。阿伯，伊的小弟阿伯是正常的，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文官。其实这两个兄弟两人，若是会当好好来配合，一定是一个真好、很好的一个组合。伊一定会完成真侪美好的代志。不过伫该本的眼中，伊无法度拥护阿伯的存在，伊失落家己的身份，失落家己的价值，硬是要伊硬是要将两个无共款的人放入同一个天平内底来比较。伊毋知影万项事拢有伊的时，有通好的时，有无通好的时。怀抱有时，不怀抱有时。该阮因为嫉妒，伊规个心安尼透袂开，伊陷入罪恶的内面。为什么说嫉妒会陷落在一个罪恶的深渊呢？其实，当我们在嫉妒一个人的时候，背后的意义就是其实是在否定自己。当我们会嫉妒一个人的同时，其实是一直在告诉自己：我不好，我不够，我很差。那当我们一直在否定自己的同时，也在否定谁？否定造我们的主，我们也在否定上帝。所以在嫉妒的相时，其实咱已经陷入伫迄个黑暗的深渊啊。歹人若是伫好人的中间，就会特别显出伊的歹；黑暗若是伫咧光明中，特别会显出伊实在是足黑暗的，特别明显。该阮伊无法度拥护家己所做的，无受到上帝的重视。其实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拢看做是好，上帝看到咱每一个人，不过亲像该阮即种想要赢过别人的即种的心，常常互咱会失去上帝的同在。即使咱常常咧比地位、比背景、比学历、比收入、比咱的影响力。如果咱失去对上帝的敬畏，失去对上帝的信心，咱就有可能就亲像周瑜、亲像该阮安尼，用阮家己内心的迄个嫉妒，用阮家己内心的迄个歹，一直咧扩大，怨恨家己的，然后咱怨恨家己的兄弟朋友，甚至到底想要将伊杀害。因为耶稣讲，咱内心若有迄种的想法的时阵，就安怎？就亲像是已经行出来。耶稣的标准真悬，当咱心头已经开始有就想要将迄个人除掉的迄个时阵，虽讲咱无真正去甲伊除掉，总是咱确实一定将伊除掉。咱常常会因为嫉妒，我们常常会因为嫉妒而杀害我们的弟兄姐妹，要逼得他们走投无路，却还不知道反悔。人比人气死人，无比拢毋知影关系，一比落去，迄个关系就变甲真紧张。在地人的本性实在是就爱比较，所以耶稣也对军队伊的人，伊对军队伊的人颁布这条彼此相听的诫命。既然这是一条命令，就表示无论你是欢喜无欢喜，无论你是甘愿毋甘愿，就要安怎？就爱相听，就爱彼此相听。毋知大家有想到过无？就是安怎彼此相听是一条命令的。是安怎彼此相听是一条命令，毋是一个服务尔。咱若有教细囝的经验，就知影，一个细囝若讲一摆、两摆、三摆哦，拢讲袂听的时阵，有时候就定班规啊、定校规啊、定啥物规矩啊，就命令啦。就是见讲我毋听，就该命令落去啦。若毋做吼，就安怎，就不是软性的呼求了，是变成硬性的规定。是安怎彼此相听是一条命令，是安怎这条命令？伫约翰福音内底，伫约翰一书内底，一直不断来提醒，因为要做到彼此相听，我们扪心自问，耶稣嘛知，
实在是无遐尼简单，实在真困难。约翰一书是一张写互教会的批。迄当阵基督徒面对侪异端的困扰，至到有一寡初进入教会的人，伊的信仰还袂徛在，迄才是咧追求真理的方面无真努力，认真追求无够努力的人，受到遮的异端真大影响，互因原本所接受纯真的福音受到动摇，因开始感觉讲，我正前所听的福音，和即马的人所讲的无爱共款，伊就开始咧犹豫啊。伊开始对因所信的上帝开始犹豫，因的信仰受到歪曲，对因所信的上帝产生感觉讲，我所信的耶稣，敢若毋是我正前所听的。所以因为安尼，侪人因为真理，对伫真理的有侪辩论。他们开始在真理的道路上开始辩论，辩论下去，安怎？应该是爱我讲的对啊。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说的是对的，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认知是有道理的。大家吵闹，三更，结果有的人就离开教会，实在互人感觉真刺心。约翰一书这张批，呼吁信徒要学习基督耶稣牺牲的听，大家爱照耶稣的模范，彼此陪命。为着兄弟陪命，并不是讲爱牺牲家己的性命，不是说要他们殉道了牺牲性命不是说让他们殉道，而是伊愿意放在心中，一直爱拼一个使命的去救的心。有时咱咧讲和人讨论代志的时候，是讨论哪样嘞？是讨论到一个程度，就是你一定爱听我的。讨论到这个程度，咱唔愿互阮众的兄弟，咱唔愿有因来退一步，留一寡空间，互遐个阮众的人。咱常常会咄咄逼人，就是爱别人安怎来对我的想法，来照我的想法来去做。伊包括坐咧晚餐，耶稣的门徒犹大已经暗示要出卖耶稣啊。耶稣并袂伫大家面前将这项代志讲出来，我喊因做伙食饭接纳伊。照约翰福音13章的记载，迄当阵犹大和耶稣食饭了后，魔鬼入伊的心，伊就出去要出卖耶稣。就在犹大出去的那个时候，耶稣和伊的门徒所剩的遐个门徒，当面甲伊讲新的概念，恁着彼此相听。恁着相听，就是伫即种的情形，耶稣对门徒讲。耶稣已经知影犹大要出卖伊啊。耶稣也知影，小等一个兵丁，罗马的兵丁就会甲伊掠走，然后咧，门徒四散，大家四散逃走。有可能有一个结果，就是门徒彼此互相安怎，互相指责。总是耶稣伫即个情形还未发生的大事，就先甲伊讲，恁着彼此相听，亲像我捌听恁也着安尼相听。假使耶稣基督无爱遐个常常互众人失望，我爱三更的门徒。如果耶稣无想要竞选出卖伊的犹大，毋愿和伊做伙食饭；如果耶稣无爱遐个歹脚的青年的，无爱遐个耳孔无听的生太过的，假使耶稣无爱吵闹闹的囡仔，无爱和行干面的负心人有啥物接触？如果耶稣无爱遐个伫社会中受看轻的人，若是安尼，四本福音的册，若是安尼，4卷福音书到底还剩下什么？如果耶稣不爱那一
些被藐视、被看轻、不受重视、被人批评论断的人，那么整整4卷福音书，恐怕什么都没有留下来。假做一位基督徒，就注定是咱就是注定是社会的边缘人，因为咱无属于世界，这世界常常用真悬的标准来对待咱，互咱受到真大的压力。这个世界是对咱是又爱又恨，这世界其实对咱基督徒是又爱又恨，因为伫咱的光明的中间，因心内的黑暗就显露出来。这世界常常用一寡代志来挑战咱对上帝的信心，因真爱咱，因为这个代志来滑倒，来离开上帝。传道书之前咱所读的传道书讲，日日光的下面无有新的代志，天下万般拢有伊的治，万项事拢有伊的时，讲话有时，点点有时。伫昨天祈祷会的时阵，牧师捌讲一个例，和大家分享。牧师所讲的例是最近这几年来有侪的社会议题，拢会透过公投，陆续发起各种联署公投的行动。最近这几年特别的多，特别这1年来也很多。最近就有一个什么冬奥证明的公投常常会有一些公投行动。其实照你讲，教会应该是爱关心政治的。照讲，教会应该是爱关心政治的，因为政治是关乎正人的代志。咱要伫这个世界做光做盐，咱无法度离开这个世界。既然咱无法度离开世界，咱要进入这个世界，就要对世界的代志爱有所了解，无咱要安怎来影响伊？上帝爱咱基督徒伫正人的内底做光做盐，会当有好的影响力。互一切囝仔忧苦的变做甘甜，互咱的光会当照入因的黑暗，互一切做伫死因线道的人会当看到光芒。不过现在，咱知影讲侪教会，包括咱家己，伫面对政治的代志时阵，咱拢走相离，咱无爱讲政治。有的教会，咱包括咱家己，也是讲政治，伫教会莫讲政治。将讨论政治这项代志看做是一个真无妥当的代志，是安怎？大家毋知有想过无？毋知大家有想过是安怎？咱即马还袂适合伫教会内面讲政治。之前捌讲总是因为安怎？会引起啥物？纷争、吵闹。所以根本的原因，毋是咱袂使讲政治，是因为咱无法度彼此相听，是因为咱无法度彼此相听，因为咱还袂诚做盐，诚做光的见证，咱就一定忝离离咱就一定拼到无死半条命。盐若失去迄个味，还会当叫伊搁咸呢？之前伫社青的团体有一个分享，伊分享讲最近就是冬奥证明的这个运动。伊讲，因公司有一个人也是基督徒，伊做热心的，伊就摕迄个证明的迄个签署联署迄个单，到伫因公司拜托大家联署，安尼签名联署。有的人就感觉讲，我想者，我袂真确定爱联署不爱联署安尼。总是这位基督徒，这位伊就一直咧强调，你就爱联署你就爱签咱诚做台湾人哪会使袂签咧？爱安怎，就一直硬争到伊的面头前，就是爱伊签。但是无要签的人，伊就甲伊错骂。讲你安尼就毋是台湾人啦。无菜你食台湾米，无菜安怎？各位兄姐，安尼敢是见证？咱基督徒做哪安尼敢是见证？咱伫教会无法度讲政治，就是咱无法度接纳别人的想法。
啦，别人所讲的也是可能是对的。咱一直讲咱所认为的是对的，总是可别人也感觉讲伊是对的，到底什么人是对的？最后的审判官是什么人？是耶稣，毋是咱，也毋是迄个人。所以咱是会互大家一个较侪空间，会当尊重别人的选择，尊重别人的想法，毋是一直爱拼甲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莫讲为着兄弟赔命，就望咱会当，只盼望我们能够为弟兄留一条活路啊！不要说为弟兄舍命了，只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意见不同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为别人留一条活路。这世界要互咱透出的方法实在是有够多。其实联署不联署并不重要，同意或不同意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是咱爱彼此相听。因为这是命令啊！耶稣伊个命令，咱一定爱签还是毋签？一定爱同意还是无同意？总是耶稣的命令，就是咱着彼此相听。基督为咱牺牲性命，对安尼咱知啥物是听？安尼咱嘛有爱为着兄弟牺牲性命。假使有人的做法和你无共，咱着接纳伊；假使有人的嫌无够嫌，咱也着爱接纳伊，也着爱听伊。假使有人压迫你，出卖你，安尼你就有福气啊！因为天国是你的。今仔日咱有新的顶，真感谢耶稣基督牺牲的疼，互咱会当住伫伊的内面，伊也踮伫咱的内面。现在我咧无过是我，是耶稣基督踮伫我咧我。咱靠主已经出世一我，着继续。咱就继续靠信心的帮助，提升家己对主的信心。三听千万毋通只有伫嘴讲讲，就实实在在，就爱伫咱的行为行出来。咱所要看重的，并毋是家己的想法得到高举，重要的是伫咱一生的光阴，伫咱一生的中间，咱每一个人都会当继续和基督结连，用基督的听。来彼此相听，咱三个来祈祷。特别上帝感谢你，赏赐阮遮尔好的命运，咱着彼此相听。感谢主，你实在知阮人的软弱，互阮会当对主你的听来学习彼此相听。恳求主你圣神继续帮助阮每一个人，伫阮心无平安，伫阮的心。亲像该阮安尼，就要陷落伫咧黑暗的寒天的时阵，恳求主你圣神光照阮每一个人，互阮会当对黑暗出来到伫光明的所在。愿安尼仰望祈祷，感谢我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来回首迄个起初的听，所听家己姊妹请水来听主耶稣基督万有的话。伊对世人中活了后，要求天的大声有讲，天顶地的权已经拢总互我，所以你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，着教是因手，搁我日日甲恁伫咧到世间的路尾。这是咱请用一个。素金、纸条、海琴到台前来。亲像迄时，你已经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，搁受洗礼。当我也安尼对恁讲，恁着亲信，恁若真实反悔，告别恁的信仰，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，这个圣礼典就要写做恁的罪得到清气的记号甲印证，搁表明
神得到顶头生来建立伫基督。当恁要受洗礼，恁就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恁的信仰，来应答我所要问的。恁有相信上帝做恁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？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，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？恁着倚靠上帝恩典，尽力服侍伊，一世人行伊的道路，尽圣道的本分。恁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？今仔日恁也有带细囝来受洗礼，恁着倚靠上帝所赏赐的快乐，将基督的真理甲圣道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，着用基督甲好的行为来培养因，互因所行合伫上帝教会的法度。恁着要安尼行啊无？我用水给你施行洗礼，让你归于父、子、圣灵三一上帝的名。阿门。钟书金，我用水给你施行洗礼，让你归于父、子、圣灵三一上帝的名。阿门。高子乔，我用水给你施行洗礼，让你归于父、子、圣灵三一上帝的名。阿门。高海清，我用水给你施行洗礼，让你归于父、子、圣灵三一上帝的名。阿门。我这是来宣告。高永杰、钟素金，恁以告别恁的信仰来行洗礼。我只是来奉教会头，也是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建成小会的官兵来接纳恁，加做会参会员，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一切恩典。高子乔、高海清也照耶稣基督的命令，受接纳入主你的教会，加做会参会员。祈祷感谢奉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咱三角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主你圣神引带永杰、素金以及子乔、凯清一家人做伙伫你的面头前来生育，加做你的囝婿。感谢这是互你大的恩典，恳求主你即时圣神降落伫因的心上，互恁得到圣神的快乐，跑走属天的道路，互因伫得时不得时拢会当常常祈祷，感谢常常伫主你的内面，倚靠主你的恩典，拍开因的目睭，拍开因的耳孔，拍开因的心门，来感受，来看见，来听见一切主你美好的旨意。也有快乐来养饲因的细囝，到日落尾会当这个信仰拿来拿加天。愿安尼祈祷仰望，我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我们请小会员一起上来敬。